就是借由亲口来成就孩子成为我们道场的人才。妈妈的这双手，不但要忙工作，要忙家务，要洗衣、煮饭，要打扫家里，还要准备我们孩子的三餐。妈妈的心除了要操心孩子的事情，操烦课业，操烦生活起居，还要操烦街道是否圆满。所以妈妈的这双手，也许很粗糙，也许它已经不再细致，但是这一双手，它不但推动，是我们小时候躺着的那一个摇篮，它还是跟随着我们前人、点传师以及道场的各位前贤们一起推动道务法传的有力推手。今天我们除了要表扬三代亲口以及二代亲口的这些模范年轻们，我们还要透过一个体验的活动，来让子女们了解对母亲的爱，不但是放在心里，还要勇敢地说出来。如果平常因为不常跟妈妈见面，或者是不好意思当面对妈妈说出口，那今天我们义和圣堂办的这个母亲节的感恩活动，就要给各位亲爱的一贯道场的子女们一个好机会。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奉茶与感恩礼。接下来我们要借由这个奉茶与感恩的活动，来让你在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，透过我们的感恩活动，把你对于母亲的孝心以及对于母亲满满的爱表现出来。所以今天有报名要参与奉茶与感恩礼的学生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后学如果叫到您的名字，那就麻烦您在面向舞台的右方，然后从右方的阶梯上台，依序先教到的前贤，先上台的前贤就麻烦走到第二排的最左边的椅子坐下。好，后学再说明一次哦。等一下后学如果叫到您的名字，请您从面向舞台右边的阶梯上台，然后走到最里面的那一个椅子，妈妈就坐下。那孩子呢，可以先站在妈妈的后方，孩子就先站在妈妈的后方。好。以奉茶感恩礼。